风台落大雨，总统府拜鲁破爱地区4个位啊，定定拢会淹水。针对中央2500亿的增加治水的预算，首都台北市无分到半省。蒋万安是呼吁中央应该爱斗3工。也毋过，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是表示讲，台北市家己有编80亿的预算，有够通用来解决总统府附近淹水的问题。风台季加上极端气候，治水的问题嘛出来啊！议员进前讲，总统府边仔只要是发生强降雨，就会因为排水歹造成淹水。阶梯再低一点点，脚踝差不多。针对中央2500亿增减的治水预算，首都台北市是无分到1块银。蒋万安发挥中央，希望会当帮助因。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是讲，台北市本身是编80亿的预算，就会当来解决总统府边仔的淹水问题。台北市因为财力的分等，那所以治水预算比较是用在这个台北市以外的地方。那不过台北市政府本身也编列了80亿元的海绵城市的预算，这个足以来解决这个总统府周边的淹水问题。我们很希望中央也能够给予我们协助啊，不管是在经费上面啊，或是各方面的帮忙。和台北市增减治水经费拢无钱来比，10几年来，高雄是真积极向中央来争取治水的预算，包括增减经费在内，至少已经争取到100多亿。过去政府长期以来重北轻南，1982年的大台北地区治水经费已投入了1600亿元，高雄基础建设明显比台北晚起步许多，就得更加努力追赶。台北市政府正在研议2030的防洪计划，想要提升雨水下水道的排水标准，对目前78.8毫米提高到88.8毫米。安怎在无破坏旧城危机的前提之下，来提升排水量，水利处嘛有应用。我们的做法会把城墙石往外移动，然后再做一些混凝土的结构，把城墙石导入在那个侧沟的结构后方。水利处讲，拓宽切沟基本上就会当提升排水量，嘛和文化局透过民主审议来审定，确保会当保护城壁石嘛完成排水的改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